赵国使臣蔺相如送和氏璧入秦宫。太后听说了吗？赵国使臣已将和氏璧送入秦宫了。大王定是费了不少周折，才把宝玉请到了咸阳。大王孝顺，为博太后欢心，答应用15城与赵国交换宝玉。15城？是15城啊！那是多少将士的性命？是大秦几代君王的心血。不行，此事太荒唐。大王让人通报说，等到和氏璧送到宣室殿，就立刻呈于太后。去告诉大王，此玉过于金贵，我承受不起，不必送来了。是。太后得知大王要用15座城池换那和氏璧而发了脾气。我做此事，本意就是想让母后高兴，可这岂不是事与愿违，弄巧成拙了吗？大王不必心烦，此事好办。既然那和氏璧已经到了秦宫，还怕它生出翅膀吗？雍大人的意思是，大王治人治孝。既然赵国使臣已将和氏璧送到了我秦宫，片刻后，大王便可着人将它呈给太后。至于那15个城池，不给赵国也罢。雍大人此言有理，大王的初衷是要用那宝玉博太后一笑。不错，大王的目的即将达成，又何必再破费那15座城池呢？可那赵国使臣怎肯答应？不必理睬那赵国使臣，大王只管禀报太后，就说赵国有心与我秦国交好，那宝玉是赵王无偿孝敬太后的一点心意。那就照雍大人和国相的话去做吧。太后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适才雍大人还生怕是假的，让人细细的检查过，看有无机关。张子曾被真假和氏璧所害，他求先惠文王准许，若有一日得到真的和氏璧，让先惠文王赐给他，他要将此玉砸碎。幸好张子不在了，这么好的宝贝，砸了多可惜啊！若有人要砸了这和氏璧，蔺相如还不与他以死相拼？这蔺相如是何人？宦官令妙贤的一个门客。这等贵重宝物，这赵国怎会随意差遣一普通门客出使？太后不可小觑了这蔺相如，他这个门客大有来头，在赵国被奉为圣贤。哦，宦官令妙贤曾在赵国犯下大罪，思忖自己与燕王有些交情，打算逃奔燕国。蔺相如阻拦他说：“万万不可！居于赵强燕弱，你受赵王恩宠，燕王自然一直与你交好。但如今你负罪逃往燕国，燕王忌惮赵王，不仅不会留你，还会用囚车将你送回赵国。”那后来呢？苗贤照着蔺相如的主意，袒胸露臂，当着赵王的面，在刀斧之下引颈求死。赵王不由得恻隐，果然就赦免了他的罪。这蔺相如果然颇有谋略。那他有何权利答应将和氏璧白白送到秦国呢？宝玉已经进了咸阳宫，
答不答应，由不得他。祖母太后，珠儿，过来。珠儿，是祖母啊，还是太后啊？是珠儿的祖母，也是珠儿的太后。这是什么？珠儿，看看这是什么？是块石头。是块好看的石头。珠儿，不得鲁莽。你们看看，众人心中的千古奇宝，在孩子眼里，不过是块好看的石头罢了。这和氏璧周正晶莹，如有一日用来制成天子玉玺，倒是合适的很。啊！太后，前头大王派人过来，要把玉璧拿回去。为什么？赵国使臣说，玉璧上有瑕疵，要指点给大王看。怎么会呢？或许是有道理。记得太后当年发现那块假和氏璧，就是因为它过于白玉无瑕。夏儿说的对。所以啊，大王让小的拿回玉璧，让那个赵国使臣指给他看瑕疵到底在哪儿。慧儿，把那和氏璧给木心拿去吧。是。待大王看完了，小的呀再给太后拿回来。不必了。太后，我已经领略了和氏璧的真面目，拿得回拿不回都无妨。是。木心，小的在。你在前面把眼睛放亮点。这几日为了和氏璧，说不定大王要辛苦一阵。你若听说大王要杀那蔺相如，就想办法挡上一刀，速来报我。是。请令公子指点这和氏璧的瑕疵。大王，众所周知，秦强赵弱。当初听闻大王想以15诚意换得宝玉，赵国上下皆以大王的诚意，为赵王坚信秦国乃诸国之首，必为独守信用之典范，而大王更绝非食言而肥之人。因此，赵王沐浴斋戒，设9宾之仪典，这才将宝玉与国书交付于微臣。今臣面呈宝玉于大王，大王对我只字不提15诚之事，而把宝玉置于后宫任人把玩，臣不得不担忧，秦国是想以15诚之空名来骗取和氏璧。令公子，你此言荒唐。15诚何在？15座诚意的交割，并非一朝一日之事。令公子，你何必心急呢？蔺相如受命于赵王，不见城池，不可将宝玉交出。你是说寡人会骗你？大王，你若再上前一步，强行夺取宝玉，外臣只好玉碎诸臣，同宝玉同归于尽。你好，好，寡人即刻就将15座城池指给你看。你看这儿，就是这儿，上郡的15座城池。即便如此，大王若真对着宝玉有所诚意，更应礼仪相待。怎样才叫礼仪相待？沐浴更衣，斋戒5日，重新迎宝玉进宫。好，寡人就依你说的办。还赵国使臣蔺相如觐见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和氏璧何在？大王，赵国遵守约定，先送和氏璧入秦，但大王毫无诚意，因此臣5日前悄悄令人持和氏璧离开咸阳，今日应当已到了赵国。大王，秦强赵弱，大王若真想以15城换取和氏璧，那就请先交出15城，赵国断不敢毁约。臣自知欺君之罪当诛，臣自请就祸鼎烹煮，以解大王心头之恨。蔺相如，你当真以为寡人不敢杀你是吗？来人，去霍鼎圣殿，诛了这个大胆狂徒！蔺相如，你算计了寡人，也算计了你自己的性命。臣好久未曾热汤沐浴了，谢秦王恩赐沐浴。好，寡人成全你，伺候蔺公子沐浴。太后到！等等，母后，儿臣惭愧，惊动了母后。听说今日宣誓殿热闹得很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外臣蔺相如拜见秦国太后。相貌堂堂，正气凛然，真国事也。看到了你，我就像看到了当日的张仪。张子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喜。臣怎敢与张子相比？大王，今日纵然杀了蔺公子，也不能夺回和氏璧，反而令秦赵失和。此人有勇有谋，人才难得。我想请大王赦免于他。既是母后的吩咐，寡人自当遵命。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，还能见到如此人才，实在是不胜欣喜。秦国求贤若渴，蔺公子这样的人才，如若留在秦国，定会受到大王的重用。太后，臣亦粗陋之人，能得太后国士之誉，实是3生有幸。只是赵王提拔相如于韩魏之时，臣不敢有负赵王。臣奉赵王之命出使秦国，当全始全终。还请太后、大王赦我回赵国，当不胜感激。可惜啊，可惜！大王，你要好生礼遇蔺公子，务必要令天下之士知道我秦国求才之心。是，儿臣遵旨。母后，那赵国使臣今日启程了。是。大王衣冠礼乐，优渥款待蔺相如，赵国这次很有面子。儿臣在猜测，
那和氏璧或许还是假的。哦，为什么？母后是我朝唯一能判定和氏璧真假之人。寡人曾以为，即便是用15座城池能换得和氏璧，他若能博得母后片刻的欢心，那也是值得的。可和氏璧到手之后，母后对他似乎根本就不在意。在母后眼里，那和氏璧早已是我大秦囊中之物，只不过在赵国手中多放几年罢了，何必在意？儿臣知道，在母后的心里，只有江山社稷。但儿臣还想知道，在母后的心中，除了江山社稷之外，可还有其他的东西？自然有。母后孤苦飘零，无援无助之时，想要的是一碗热汤，一间遮风避雨的小屋，和一双能与我互相扶持的手，绝不是一块和氏璧。财宝皆身外之物，能慰藉母后的，都与财宝无干。母后，太后，母后，姐姐。你们来了。蜀中魏郡守李兵报功，说他修建的都江堰，使得这几年蜀中成了粮仓。这几年征战频频，军粮有很大一部分出自蜀中。李兵修成都江堰，功在千秋。还有一事，母后可能已经听说了：白起讨伐楚国，摧枯拉朽，攻占了郢都。这几日已经兵至境陵了。臣弟得到确切的消息，当我亲军攻占下楚国郢都之后，屈子深感无力回天，决意以死明志，怀石头汨罗江，自尽了。屈子，他去了。这是屈子辞世前写下的哀影辞赋，臣弟托人抄录，从楚国带回。如今楚国迁都陈城，楚王决定重振朝纲，拜黄歇为令尹，大小诸事均由黄歇主持，赐淮北地12县，封为春申君。皇天之不纯命兮，和百姓之贞谦。民离散而相视兮，方仲春而动迁。取故乡而救远兮，尊江夏以流亡。楚国灭亡，乃是注定。姐姐不必为此事挂心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辈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你说的就是他们。是太后，这些孩子人品相貌都是一等一的，是雍大人专门为公子主精心挑选来的陪读。难为雍大人了。拜见太后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
过来。拜见太后。把头抬起来。你叫什么？臣名叫魏丑夫。丑夫，长得这么俊俏，怎么会叫丑夫？是因丑年生人，故名丑夫。原来如此。把这孩子留在交房殿，为我读书吧。是，雍大人送去的那些人如何？禀报大王，太后把魏丑夫留在交房殿陪读了。那日雍大人把魏丑夫送进宫来，寡人一见，吓了一跳，简直就是当年的黄歇脱身转世啊！可不是嘛，这老奴见了呀，这心里也是砰砰的，想着世间还竟有这般缘分。如此，寡人的心中也踏实了许多呀。太后是百年不遇的慈母，大王是千古少见的孝子啊！哀哀父母，生我娶老，母后一生艰辛，寡人为她做什么都不为过，更何况雍大人想在了寡人的前头。这是春申君从楚国托人带来的书信，你念念。惠淑凤兮，情意拳拳。记得当年离开咸阳，与太后曾有礼法之争。如今楚国为相，日日图强变革，反省当日言辞，才知有不妥之处。天命有归，循礼者亡，变法者强。为政者应当时而立法，因事而治理。尽监本，尊爵必赏，有罪必罚，法令必行。内不思贵宠，外不偏疏远，是以令行而禁止，法出而兼息。楚国的桃子又熟了，百相见，是累了，只是桃林已久，不见家人回边。望太后善自理，知所盼望。太后，太后，昨日大王新送来一般乐语，你们听过，觉得好吗？大王一片孝心，自然是好的。子歇，你说呢？太后叫错微臣的名字了，微臣不是子歇，微臣是魏丑夫。我心里当然明白，你不是子歇。丑夫，这些乐女演奏的楚乐如何？楚乐乃太后家乡之乐，
是集天地日月之精华，可谓金玉交辉，天籁之美。是啊，更色兮交鼓，箫中兮瑶剧，那是真正的楚乐。可惜南橘北枳，到了这儿，貌似无异，其味却变了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照猫画虎，就算有其形，也难有其魂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显得比寡人都要老了？大王春秋盛年，可我却不知不觉地老了许多。你一定是受苦了，头发都熬白了。大王，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为何丢下臣妾一个人？寡人一直在那边等你。在哪里？你知道的，那边。在哪里？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太后，你怎么了？太后，你醒醒！太后，你醒醒！大王，大王在哪里？大王在宣誓殿呢。太后若有急事，奴婢使人去请大王来。不必了，我刚才在梦里梦到大王。难怪呢，太后做梦了。扶我起来。香儿、慧儿，你们跟了我几10年了。你们说，若有一日我先走了，或者你们先走了，我们到那边还会再相见吗？香儿以为会的吧。慧儿和香儿还打算到那边接着伺候太后。那就是说，人死后还有知觉，还能做他们想做的事情。定是这样，不然为何历代君王都带那么多生前欢喜的东西下葬，还要让很多奴婢之友和歌舞之友跟过去服侍他们呢？这么一想，我就放心了。生前楚国是回不去了，可到了那边，说不定还有机会再回去看看。楚国很远呢。不怕，我们带上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还有车马，还有要带些服饰俑过去服侍，还得有兵马护卫才行。好像没有听说过兵马为俑。哎，太后回乡，没有兵马守护不行的。
慧儿说的有道理。既然要有奴婢服侍，五岳欣赏，那怎么能够没有兵马护卫呢？是啊，可是为何以前没有人带兵马随行呢？以前没有，可如今有了，不就行了？义渠君，今日是你的忌日，我来看你。前些年，我把你的坟迁移到这骊山脚下，并将这座山改名为骊山，是你宅篱的篱。我想你会明白我的意思。我在这山脚下行修陵寝，从我开始，秦国的历代君王都将葬在这骊山之下。100年之后，我跟你会很久很久。这是楚人，红绿战袍，楚人风情。这个楚兵出自谁手？回太后，是他做的。太后，五官容貌倒是栩栩如生，只是魏公子看看，这个永人是不是有点毛病？望太后明示。你做的楚兵，却是秦兵的发饰。秦兵的发髻都是在正中的，但这楚兵发髻都是偏的。是，还不快谢太后赐教！谢太后赐教。18年，13岁的秦王嬴政登基。在他继位后的第26年，秦国统一整个中国，秦王嬴政称帝，史称秦始皇。
公元前338年，秦孝公去世，太子嗣秦惠文王继位。太子父嬴虔等人告发商鞅，意欲谋反。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。店家，店家，来了！来了！店家，我们从秦国去魏国，途经此地，实在走不动了，想在您这暂住一晚。有住店凭证吗？凭证，就是官家给的住店凭证。我们走得太匆忙了，凭证未曾携带。店家，你就让我们住下吧。不是我不愿意让你们住啊，要是在过去呀，我肯定让你们住了。可如今实行的是商君之法，我要贸然地收留了你们，万一出事，那可就得连坐呀。我们一家老小，可都没命了。老丈，这是酬劳，只要你肯留我们过夜。不行，请老丈千万行个方便。不行啊！哎呀，真不是我不愿意帮你啊，只是商君这连坐之法实在是太可怕了，真是做法自毙啊！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客官，你也别恨我啊，要恨呐，就恨那个商君吧。我不会恨你，也不会恨商君，因为我就是商君。魏人商鞅，虐吏之人，废礼仪之教，任刑名之术，不施法古，外族商化，贪婪无度，策划谋反，罪无可恕，处以五马分尸之刑，诛灭全族。商鞅，当初你割我太傅鼻子的时候，可曾想到了今日？如果想到有今日，那么当年还是处罚的太轻了。边境旅社一老丈，尚能奉行我商鞅之法。商鞅虽死，其法不灭，又有何憾？只可惜我商鞅看不见大秦一统天下，帝业之成了。行刑！秦国变法的商鞅，竟被信君夺命了。都说他是做法自毙，可惜了。大王，秦先王孝公重用商鞅之法，尊爵必赏，
有罪必罚，兵动而地广，兵修而国富，立威于诸侯。我大楚想要与诸国争雄，何不效仿之？商鞅之法，弃道而用权，废德而任利，使得秦国上下怨声载道。大王，千万要慎重。微臣有要事向大王禀报。啊，太史令，请随我来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我看到了。你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霸兴了。霸兴出事，4府变，6甲乱，主天下大变。这是天要兴我大楚啊！大王，你仔细与寡人说说。臣观此星出生于玉女星之南方，正对应我们楚国。主后宫有孕者，定生霸主。你是说，霸兴将降生在寡人的后宫？降生的是天下的霸主。宣勇相令。微臣拜见大王。寡人问你，近日后宫可有妃嫔怀孕？禀大王，诸位嫔妃并无人怀孕。不过什么？举姬宫中有一应女项氏怀孕，已经6个月了。哦，果然有孕者。商鞅一死，其法必亡，我们最大的敌人秦国必然衰落。如今霸兴又要在我楚国降世，横扫6国，统一天下的霸业，是看到曙光了。天佑大楚，恭喜大王！举姬，你可知罪？臣妾不知。你竟敢对我不敬！王后圣明，臣妾打死也不敢的。前日我命你毁掉你那件新做的缂丝绣罗衫，臣妾已遵王后之意办了。可你竟敢偷偷向下人抱怨，说那件衣裳花了逢人绣娘半年的心血，你用尽了手段，唬媚大王。我罚你，你还心存不满。王后，什么事？举姬，退下。说吧。举姬的应娣项氏怀孕了，堂妹说她生下来的孩子主天下大变，将是霸兴，兴我大楚的霸兴。大王听了大喜，重赏项氏，封她为夫人了。霸兴，这大楚社稷明明是大王和我儿米怀的，堂妹这是妖言惑众。大王对此却深信不疑呢。看来这后宫要出个与我儿争太子之位的孽障了。王后的意思是，给那位项氏把脉的是哪位太医？女医林氏。儿臣女医，从何学的医术？习得何书？小医曾师从秦越人习带下医，所修之书为《内经》《灵书》《素问》《开产书》等。至今已治妇人病130又2，助产胎儿40又7。秦越人，莫不就是扁鹊？家师医道高深，因此时人以古医扁鹊之名相称。名师出高徒，想来你的医术不错了。你可知此地为何处？宫里的隐供处。作何用处？阉割4人。
听说你有一个儿子叫金儿，今年几岁了？不敢劳王后过问，小儿7岁。戴帽，奴婢在。我身边正缺一个伶俐的仕途，明日你就把金儿接进宫来吧。是。小儿卑贱，岂能伺候王后？就这么定了。王后。人常说，妇人怀胎最是生死攸关。我且问你，你既称曾助产胎儿40有7，那其他妇人们若怀身后滑产者有几成？难产者又有几成？且出生后死胎又有几成？这怀身之险，常有滑产者半，难产者又半，死胎又半。然宫中不比民间，诸事皆备，女医侍任，自然。我已知详尽。怀身之险，滑产者半，难产者又半，死胎又半。那顺产者百不足10，乃是常理。我把项事交给你了，你放心，若有差池，必不会怪罪于你。王后，小医学的是救人之术。你是要救人之术，还是想让人把你儿子接进宫？你自己决定吧。项夫人，请您用药。哦，来。今日之药可与往日不同，闻着似有些难受。应王后之嘱，新换了药方，夫人喝下去就好了。哦，女医治。项夫人刚刚用过早膳，这药的气味会让夫人觉得闷胀。您先把药放这儿，待会儿奴婢再服侍夫人喝。夫人用药有时过了时辰，药效就差了。且慢。见过举姬，这是项夫人的药吗？正是。项夫人怀的乃是霸兴兴我大楚之人，不可怠慢。我刚刚启奏大王，从今日起，项夫人用的所有药，需全宫御医共饮药方。煎药熬药之事，须由永相令亲试。是。哎呀，药都洒了。自今日起，直到你生下孩子，你和我一同住在这云梦台的主殿里。这是我的卧榻，你就在此歇息吧。啊，应女不敢僭越，让你住你就住。倘若你诞下霸兴，你的身份就会比我高贵，或许还会比王后更高贵。啊，可是……没什么可是的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。夫人，这是女医治刚刚打碎的药丸，奴婢拿来了。淡竹叶，碎骨子。你打碎了这碗药，却碎不掉它的味道。这药平白打碎了，倒是可惜。可惜？你是可惜它没有害了你孩儿的性命吗？什么意思？淡竹叶，性刚荡寒，
平日服之亲热利尿，然孕妇服之更具打胎滑胎之效。它还有另一个名字，叫做碎骨子，骨能碎之，延其下胎之烈性。这是谁要害我？你说呢？难道是女医治？我与她无怨无仇。自然不是她，那会是谁呢？应女未卑，我在宫中向来小心做人，不曾得罪过谁。哪用得着你来得罪？此人一手遮天，这后宫女子谁能生谁不能生，全凭他做主。你不奇怪，我怎能知晓得如此清楚？5年前，他让我喝下过同样的幽药。小医试过了，没有成功。那就再试。太难。你是宫中行医高手，总会有办法。相师身边的耳目实在太多，无法下手。你是想说这个差事你干不了了？那好，我可以换人。不过，明日就让你的金儿进宫替你复命。不，王后，我是说，只是眼下。眼下？是。只是眼下没有合适的机会。这不用急，机会你会有的。大王，王后来此何事啊？相夫人即将临盆，既然相夫人所怀霸星是我楚国大兴的吉兆，臣妾怕相夫人福泽不够，降不住霸星。特愿在相夫人生产之际，将臣妾所筑高堂台让与相夫人居住，并请巫者于台外跳巫祈福。你竟能如此识大体，寡人很是赞赏。那就按你说的办吧。相夫人住在一起，让我进去服侍相夫人生产，应有所注意。这是王后所居之所，相夫人生产之时，只有女医和王后可陪伴在侧，这是王后的意思，更是大王的旨意。见大王，大王正在里面与臣子议政，非诏不得入内。启禀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狙击求见大王。大王饶命，没能拦住夫人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出去！大王，我是为了霸星而来。霸星？相夫人生产霸星岌岌可危，性命攸关。此事干系我大楚国运昌隆，更与大王统一天下之霸业息息相关，求大王亲事，保后宫母子平安。狙击呢？狙击在哪儿？相夫人，我要回云梦台。相夫人，别动。相氏怎么样了？相夫人脉象急促，快要临产。你过来。
还记得你曾跟我说过，妇人怀胎，怀身致险，花产者办，难产者又办，死胎又办。眼下机会来了，去吧。大王到！大王，相事如何了？大王，妇人生产乃血光之地，大王尊贵之身，你快说，他到底怎样？女医说，胎儿难产，只怕是凶多吉少。大王，传寡人的话，一定要保住我大楚的霸心。女医们正在努力，可是生死有命。大王，让臣妾进去看看吧。大胆！恭喜大王，霸星降世了！恭喜大王！快，把孩子抱出来，让寡人看看。来，让寡人抱抱着霸星。恭喜大王，湘夫人为大王产下了一位小公主。你说什么？到底是公子还是公主？大王，确实是位公主。怎么会这样？霸星，这就是堂妹说的霸星吗？哼！此霸星，真是意外之喜。哼！大胆堂妹，你竟敢欺君！你跟寡人说有霸星降世于后宫，可这出世的孩儿却是个女婴。大王，臣只据星象言事，不问男女。哼！难道你想说？霸星竟是女子，阴阳相消，杀气冲天。霸星若为男子，乃国之幸；若为女子，恐怕怎么样？福祸难料。这么说，那丫头有可能是祸害，千万留不得。大王，天象已显，非人力所能更改。若是逆天而行，必受其害呀！住嘴！你欺君罔上，寡人让你观看天象。看的是天意，你却跟寡人说什么福祸难料，要你这双眼睛有何用？来人！大王，给寡人挖去双眼，流放边关，永不得回郢都。大王，天与之，岂能不受？天命不可违呀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您看那孽障怎么办？难道真的是天与之，天命不可违吗？依臣妾看，既然是天命，那不如就让他听天由命好了。夫人，王后有旨。来，此女因降世，非祥瑞之兆，是生是死，由天决断。抱走。求求你，不要带走我的孩子！求求你，求求你们不要带走我的孩子！夫人，我的孩子，你刚刚生产，放开我的孩子！夫人，不可以走动！我的孩子！夫人，我的孩子！夫人，还给我！还给我！夫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生下的是个女婴，又不是男孩，有与没有，又有何区别？我的孩子！我的孩子！
孩子，做了鬼也别怪我，要怪，只怪你投错了胎。别拦他，放开我！你们听，我的孩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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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看，寿司米显灵了，寿司米显灵了。这孩子真是命大呀！看来，不管这孩子是不是八姓，都是有些福缘的。你说呢？大王说的是。今晚月光皎洁，小公主就取名叫月儿。